台湾后生的主题游艇已经迈入第3档，但市政府每一档拢会规划台湾活动，特别疫情解封以后，国际旅客增加，所以今年活动特别邀请亚洲第一位 GoPro 大赛 Johnny 来到宣传，同时透过伊，嘛邀请4位国际影音创作者9月要来台南坐台湾好行佚佗，相当期待。所以全球各地都跑了，认识很多各样的玩家、摄影师、极限运动的athletes 也好。那希望透过这个小相机，可以记录一些很漂亮的、美好的东西。然后我就希望全球的人来参加这些活动，然后来认识一下台湾。今年第4次的台湾好行，除了依照无同消费族群设计6大主题，24张厝的示范游艇，更结合正的、大的、省的甲马，发行400份限量主题套票，加翕相打卡抽奖。无论山线、海线，拢各有特色。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台南好好体验。我们360个就分了好几组。那这些组主要是带路，能够体验台南的好，然后经验更多，然后给更多的朋友来，而不是这400个或者这几组，纯粹只是一般的游客来玩，这些都是这个能够把台南经验分享给大家的。3、2、1，台南好行欢迎你！台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